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哇，还可以看到怎么铺那个塑胶布，有的竹子哦，有的绳子绑着拉着走，那后面的人挖土把它盖起来，那以后种那个什么瓜类，种2排，那可能还有弯铁管、弯成钢筋再盖塑胶防雨。嘿嘿嘿嘿，哎呀，这样凉风吹起来很爽，秋高气爽的风。这敢会使捉着人起来？哦，这个货柜的。